后来继续来看去年的汉光演习，26岁伞兵郑良峰伫台中青泉港的基地跳伞义演的时阵，因为主线无总展开，全位360公尺悬的高空摔落来。加在抢救了后，该位救门关前扭转来，佮经过三总甲国军高雄总病院1年的治疗，即卖陈良峰无需要助行器，会当家己行路路。 用助行器，陈良峰一步一步慢慢啊行，虽然真吃力，不过已经用讲是奇迹啊。2018年5月17这一天，汉光34号演习伫台中青泉港基地进行跳伞义演的时阵，26岁这个伞兵陈良峰，伊的主线开了无安全，因为360公尺悬，差不多是130层楼啊悬的高空摔落到涂骹，紧急被送到病院时，心脏都已经停去啊！医疗团队拍拼啊抢救。 将伊为鬼门关甲扭转来，为东都分别到清醒。加油！伫医疗小组的治疗下，陈良峰一天比一天较进步。经过一冬后，已经会使挖靠助行器，家己行路啊。也是蛮辛苦的，可是就看到自己的明显进步，真的很开心。伊对本身的未来也有真侪期待，对伊的爸母来讲，已经真安慰啊。我对他的期许就是4个字。 永不放弃。这个艰难的过程，除了陈良峰本身的拍拼，也有医疗团队的无放弃。包括从急诊专科还有包括重症专科、神经内外科、胸腔包括一般外科，这一定要跨科的整合才有办法做到。陈良峰恢复的状况，和所有的人都真欢喜。国防部阁专工为办一场福建满周年的感恩活动。陈良峰讲，伊感谢大家鼓励，一定袂互大家失望，一定要复原。